收睇彩虹貓貓。今集同大家分享我嘅復活節活動啊！我哋參加咗嘉年華同尋蛋遊戲啊！首先介紹一下呢個喺大美督舉行嘅復活節嘉年華。嘉年華有好多嘢玩㗎，我哋首先去尋蛋。第一隻，地下1樓、2樓嘅復活蛋數量係一樣嘅。1樓發現咗有。3層樓總共有15隻。係我第4。跟住我哋去接待處揾職員講出答案，答啱啦可以得到零食做禮物。跟住我哋去2樓親小動物，一入門口就會有隻龜歡迎我哋啦，係小刺蝟啊，可以摸摸佢噶，哥哥都摸咗。至於我呢，唔會你摸啊，你試下摸，唔怕㗎，你摸下，睇下你掂下佢嘅。我唔敢摸啊！呢度仲有蜘蛛、手工、蜥蜴、蛇、馬鹿同埋兔等等嘅動物。好正啊！睇完動物，我哋就去整卡通動物花束。首先用強力膠將兔仔耳同眼睛黐喺花上面，好得意啊隻兔仔！再襯上康乃馨，加上包裝紙，用絲帶綁上蝴蝶結。我覺得呢扎花好靚啊！緊接落嚟，我哋去 DIY 小竹船擺設。首先要磨平啲倒刺，再畫靚架小船。插好小木條，固定小船。穿好麻繩，將拉菲草放落去，噴一噴定光劑，等一陣就完成啦。攀石活動因為落雨，所以玩唔到。工作人員好好啊，專登拉個籃落嚟，送我哋幾粒糖。尋蛋尋不完，只要揾到2粒復活蛋，免費送你一張即影即有。噔噔，有冇覺得啱啱架小竹船少咗啲嘢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少咗一隻復活蛋。我將復活蛋變成咗兔仔，哥哥就話小雞。可以用黏土整隻長耳仔，黐喺復活蛋上面啊！靚！呢個遊戲好好玩。等我神射手表演一下。我哋已經玩晒大部分嘅活動啦，全部都好好玩，而且係免費㗎。跟住我嚟分享一下收費活動嘅花絮。我哋喺3月尾去咗大埔龍尾泳灘，參加咗一場尋蛋遊戲啊！我哋已經準備好啦。我哋好努力咁樣左刮刮右刮刮，因為大人同細路一齊刮，所以啲蛋好快就刮晒啦。刮咗10幾分鐘，除咗沙都係沙。5、4、3、2、1。
掘到手軟都掘唔到蛋啊！揾哥哥同表妹結算下成績先。係埋數，哥哥你有幾多粒啊？計數下先。點解呢度？我有5粒，有幾多粒啊？ 5粒，啊，琳琳咧？琳琳你有幾多粒？6粒。 4、5、6、7粒。每人得到小禮物1份。復活節分享就到呢度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嘅IG 啊！